CLE、BLNST 快問快答。考試後續篇。CLE 同 BLNST 嘅成績幾時公佈呢？我知考試成績咧會喺考試之後1個月內以郵寄嘅方式通知考生。想複核成績可以點樣做呢？我知喺成績通知書發出之後2個星期內，考生應該將書面申請電郵或者郵寄去到公務員考試組。如果用郵寄嘅話咧，我哋係會以郵戳嘅日期作為遞交申請嘅日期。記住啊，如果過期嘅申請係會不獲處理嘅。CLE 如果其中1-2份卷肥佬，使唔使全部再考過呢？我知其實咧 CLE 3份卷咧都係有獨立成績，考生可以睇返邊一份試卷咧未能夠達到有關職系嘅成績要求，而個別報考嗰一份試卷。考生喺唔同嘅 CLE 獲得嘅成績咧，其實係可以合併使用㗎。使唔使保留 CLE 同 BLNST 嘅成績通知書呢？我知係需要嘅，因為申請公務員職位嘅時候咧，係要出示你嘅成績通知書，證明你已經攞到所需要嘅成績。聽完4集嘅錦囊，大家係咪準備十足呢？祝大家考試順利，拜拜。